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气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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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气浪。好，各位啊，小朋友今仔日要来讲台语，摕宝藏。恁感觉恁敢有机会摕到宝藏？有。哦，只有真是，我即马就来问石门神，伊敢有伫的哦？石门神，你有伫的无？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，要开智慧。爱找智慧之神，队长、小朋友，大家好。好。队长、小朋友，我甲你讲哦，我今日咯真无闲，我要去烦恼这个智慧之神的中道。你著知影智慧之神最近就怪怪呢。这个口味吼，有当时要食这个泰国料理，有当时搁要食这个日本料理。伊的口味哦，有够歹掠的啦。小朋友，你敢知影吼？食物内底有啥物口味？甜、咸的、咸的。哦，通道有一个小朋友真厉害哦，伊知影咸的。大家吼对这个口味拢非常了解，恁摕到宝藏一定无问题。那呢，小朋友，今麦提出你的精神，也够快力，大声讲出恁的队名。阮是台中大坑美丽少年队主啊！欢迎光临。你好，队长，小朋友你好，大家对食的迄个味的感觉，敢若拢真厉害哦。我即摆咧食一个物件，互大家以后看卖啊，我食的是啥物感觉的物件，好无？你要表演？我表演，好无？看好哦。好哦。我内底是有物件的哦。你要演了好呢。我要食落哦。好，你食。汉行本心嘛是真，生的。好，恁感觉是啥物物件？生的。哎呦，厉害哦！表示我演了袂歹，就是生的。无来。静婷，你伊嘴挂嘴安无好演呢？无好演。还是无紧，你用眼神来演。即马哦，即马我有你一个，来，你想想要演，想较想要演。想想要演。静婷好啊啦。静婷啊好。静婷你来演。我甲你讲演啥，你演互因看吼。好。恁徛较过，徛较过。咱较快，咱一组。好，你徛这所，我你徛这所在，才看有这面啊。好。好来，你我头过，你无你手摕物件，敢若食落安尼开始演。好。好。甜的。哎呦，厉害！花香脆姐哦，厉害！最好演的呢。但是咱若是挂嘴啊，食着咸的，袂使用手。搁一摆哦，搁一摆，摕一摆，你给他食。厉害！哦，没有，大起来哦！哎呦，大家对这个味觉、这个物件，敢若真清楚。今仔日就是要来考恁，甲这食的物件的味有关系，有信心无？有。好，来准备接招，进来个！叫阮的名。咱的大心神上爱食鱼啊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在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有一个味啊！阿伯，你较冷静诶，我还有话要讲嘿。无我就先问你好啊。好。碧瑞，你敢有介意食咸？有。你爱食咸哦？
你若是有当时食啥拢会加咸，饭。饭会加咸，白饭加咸哦。其咸伊是一个味，啊，毋过伊毋是味觉哦，伊是吼一种疼的感觉。你只要身躯顶有神经的所在，拢有法度感受到咸疼觉，毋是味觉。安尼了解无？了解。了解哦。了解。好，我即摆要甲恁考的就是味觉到底有偌了解来哦，真正爱冲落哦，准备接招现来噶，来哦，加油！好。啊，过头啊！来，后一位，好，我。来卡卡我，无要紧，加油哦，这无准哦，这无准哦。嘿，错。水错，嘿，哦，心哦，心了真好。什么？啊，无要紧，后一位，后一位加油。好。嘿，接着，梅啊。对，梅啊，加油，神着啊，过头。过来神一枚啊！无对，看准恁当面哦吼。嘿，死咸。对，死咸！哎呀，这尾鱼啊，吹到这死咸的，敢会食你？来，豆油。酒豆油。嘿，土鸡。对，烤鸡真好。嘿，猪母母。甜不不，对，甜不不，哎，这物件甜不不。草生。啊，臭酸啊，这唔好食，已经臭酸去啊，有啉嘛臭酸去啊。当盐。对，当咸，无唔对，哎呦，来，后一位，加油哦，表现得真好哦。正，哦，厉害，这物件正，哦，真咸的，哦，真正的。哥，来，不要紧，后一位哈，靠弟弟。什么？味素。味，好，后一位。味素，咱有当时会加味素无？味精。柠檬对。加油！来，无这着，来，进顶。嘿。时间要到啊！好地。好，唔对，来，后一位去，搁做一个。阿姐，再头超好。好。盐对，时间嘛到啊！来，咱头先来看觅，咱头先有无念到的？哦，咸，咱做伙念咸，安尼有咸。啊，过来，你头先讲考啥？考，是毋是？考弟弟，还是考弟弟，拢会用的。好，咱过来看觅啊，后一个，咱定伫煮食炒菜拢会加啥？猪汤买。猪汤。胡椒。胡椒嘛会。胡椒。对，胡椒是上尾一个地方嘛，胡椒，啊，搁另外一个是味素。味素。好，咱来看觅啊，恁得到11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，恭喜！袂歹，第一关一个金箍箍就恁摕去，啊，后一关要有信心，继续甲拼，好唔好？好，来准备接招，拼来卡！爱讲才会赢，三个人会一直耍位，轮到想就爱来回答。第一阵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偌济就金箍箍通摕。第二阵话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会当摕到金箍箍，准备接招啦！小朋友啊，我甲恁讲，其实食苦，其实对咱身体真好，因为真侪真好的养分拢是苦的。啊，恁敢知影食啥物件是苦的？苦的。有想到啥？食到物件是苦的物件？苦龟。真牛有无？苦地。啊，对，苦地。啊，搁黄连啊，黄连，综艺节目啊，拢会甲你处罚，拢会食黄连。中药内面是不是会放这黄连哦？我毋知诶，我身体最好就你食中医的。是哦。好，即摆要来考恁第一个题目，听好清楚哦。来，请讲出甲苦这里有关系的词。哦，头先有讲到苦瓜地，准备这招现来噶。苦地
土地，真好真好，艰苦啊！艰苦。苦龟，苦龟，你给我加一条。苦弟弟，好弟弟，苦弟弟嘛是啊。对对对，你拄啊，学着哦。痛苦，痛苦，厉害。苦龟蝉，苦龟蝉唔啊！对，我看你是队长咧。受苦，受苦，你看，人受苦受难嘛。苦，艰苦受难，受苦难。袂使。我收到，苦甘，苦甘，哦，对，苦甘啊，苦甘啊。哎，这物件。我食苦啦，食苦。哦，你食苦会用的，食苦会用的。受苦，受苦敢有讲过？啊，讲过啊，讲过啊。加油！苦甘难的，苦涩涩。涩毛，我真涩的哦。哇，这个物件够苦够涩。你听伊讲，有啊你讲。艰苦最苦，哎呦，厉害咧！你也当冲，你看我的老师啦。你毋是苦龟，无就是苦龟蚕。咱搁看卖搁有啥？苦啃、苦蛋、烟瓜鱼、苦蛋，苦蛋，啊，搁有无？苦豆，苦豆，苦豆会用的。你是毋是拢教什么人苦豆？无啦无啦，哦，你知影即个事？头先拢总是着10题，算袂歹啊。即马我要甲因 PK， 我甲你讲，输的咱食这，好无？哎，等头先我讲着，真侪节目拢会摕出来用。你是讲咱嘛是其中一个，咱真正输的就甲食一卡，食一卡，你敢有汤匙啊？一卡会用的无？啊，汤匙。要拼？我拄好有汤匙。你这这是我甲阮朋友借的啦。你个朋友笑，咱先坐起，啊，毋知影像输赢。好，这个题目真简单，讲出食起来甜甜的物件。甜甜的物件。甜甜的物件真济啊，红豆汤啊，哦西瓜食起来嘛甜甜啊，哦，水果嘛袂歹哦。好，准备好啊，饮来噶。红豆汤。汤米，汤米。哦，你足专业的咧。面茶，面茶食个甜甜啊。面茶就对啊。热豆汤，绿豆汤。哦，哦。诶，甜甜的物件，起饼，起饼柿饼啊。好，哦，爆米香，爆米爆米香甜的啊，甜的你拢讲啊足专业食。诶，这甜的足多的。豆花。鸡仔冰，鸡仔冰。烧仙草。烧仙草。哦。昆鱼，昆鱼哇。昆鱼。哇。珍珠奶茶。哦。足甜的啊。番麦。哦，番麦有啦有啊，迄个水果番麦足甜的嘛。水果番麦袂歹。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番麦？番麦，番麦。鸡甲狗。番麦。三斤。哦，你这紧就准备好啊？收管啊啦！无好，酸情，你看。三斤，我头前一直是替你设想，我替你设想是讲。就好。你要有酸情，还是要正定？哦。三斤，因为通常我最近咧泡牛奶哦，因为一卡拢有一个标准，就是爱家己卡到平，嘿，伊爱平安尼，较知影讲囡仔有食偌济。好，嘿，好啦，来啦，咱即马查甫囝就是安尼，咱头先有讲着。啊，你需要配水无？免，哪有你配水？来，我加油一下。加油！哦哟！来，哎，你袂当讲出来。来哦，咱即马看下恁钓着一题，会当摕着半金箍箍，恭喜哦！加油！
不要紧，好奇怪，这关你互我歹看，后一关我你气球走出来，准备这叫现在个。选你无毋对，即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雪雪甲红琪琪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，恁着爱判断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毋对，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。咱这个世界上有真侪味是百款，我上无介意的就是苦味。黄年无食。柯弟弟，今日要带大家去看的这个所在，伊对这个原料甲这个成品，拢是因家己来做的哦。咱做伙来看卖一下，现来噶。今仔日来到这位做醋的所在，唔知影为虾米头家娘哦，哪会做遮尔侪种的醋咧？阮头家吼，伊较早吼，伊是艺术家啦，伊因为做事吼拢无正常，常常会胃痛啦吼，食一寡面啦、胖啦吼，都无爽快。有朋友吼，有送阮醋啉，爱啉了，感觉足好啉的啊。我想讲，我敢袂使家己来研究看安那来发酵吼，家己来做醋看卖咧。伊啉醋了，即摆连咖啡嘛会使啉吗？都袂记起讲较早会卫生过度的即种镜头啊。讲到遮，想要问恁敢知影卫生嘛叫做虾米咧？卫生，佫会当叫做啥物？卫生佫有啥物讲法咧？嘿，白雪雪讲来互恁听，节目讲台语上时行，即个会当念做黄酸，因为呢，咱约出来的物件哦。黄色的，所以呢会当贴做黄酸，安尼你知影无？卫生敢叫做黄酸？白雪雪是安尼讲，红琪琪安怎讲？大家好，我是红琪琪，一粒红，两粒红，互你荣华富贵一世人。我甲恁讲哦，这叫做赤酸，因为吼这卫生对这脑后经过时阵会咳酸酸，所以哦叫做赤酸，安尼知无？哦，赤酸。哎呦，小朋友，恁听过倒一种讲法？拢无听过，拢无听过，无听过。若无听过的情形，你感觉因两个讲的上较有道理？恰生，赤酸。恰生，哦，赤酸。选情你想要要倒一个？甲伊共款，嘛是赤酸。哎呦，头前两位，恰生，你嘛赤酸？别过。恰生，你嘛赤酸？好，拢无听过，竟然拢选赤酸，拢用药的，敢毋捌伫倒位听过？阿公阿嬷，还是同学，拢无？拢无真健康。伊讲同学真健康啊！哦，所以恁选的是什么人？红琪琪，敢安尼？恁选的是什么人？红琪琪，敢安尼？厉害厉害！咱白雪雪讲的黄酸，就是你形容一个人哦，足瘦的，营养敢若不良，无啥健康，身体无啥好，叫做黄酸啊。恁约着啊，破声起来，真厉害！你马上来看卖第2个题目。要做出一甕好醋，上至少爱1冬的时间。这个期间哦，不时爱家己拉，不时搁爱试啉看卖咧。安尼才会当做出上好的醋哦。讲到醋，我来问恁，倒一个醋的用途是正确的咧？伊迄个所在敢若亲像是一个醋的博物馆，啥物醋的知识拢有。咱来看卖醋的用途，倒一个是正确的咧。狗兄上惊醋，若是恁兜若是有狗兄，你着甲即个醋担伫伊白过的所在，安尼恁兜就会无狗兄。所以狗兄惊醋，你知影无？狗兄会惊醋，咱先甲记起来，咱听看卖红琪琪安怎讲。毋是啦，我甲恁讲，这吼醋就是恁若是鱼翅呢，夹伫咧卵糊内底呢，你着爱啉醋，因为醋吼会互这个夹伫咧卵糊内底的鱼翅呢会变软哦，安尼吼卵糊嘛较会较爽快。
恁感觉谁讲的较有道理咧？三姐，你刚刚倒一个人讲的？我感觉是红记记讲。记记，红记红记哦，记记讲的，为什么是红记记讲的？因为我之前有听过伊讲的，就是啉醋，迄鱼的翅就会变冷安尼。哦，建田，你感觉咧？嘛是红记记。红记记，你嘛是感觉啉醋？嘿，吼，无你若是厝内面足侪狗嫌要安怎处理？阿公用米酒。阿公去用米酒，米酒，请伊啉酒，互因酒醉安尼哦。哎，咱来转啊！佮甲伊送客，狗嫌一排一排，请啊，大家拢做一顿。请。我感觉是白下下。哦，白下下。佮冰糖哇，哇，啊是安那忽然间改？啉醋袂当互气。无去。哦，因为啉醋甲需要一段时间，迄气才会变软嘛。咱先来投票者，恁感觉是白下下野手？哇，白下下野手，白谢谢3票。 3票。啊，你头先毋是拢送红记记？安尼，恁个小讨论者，互恁3秒的时间。甲想者哦，到底是白下下是红记记吼？ 3，所以恁选的是白下下。敢安尼？哇！恭喜恭喜！我唔对啦，厉害！其实咱以前拢听讲啉醋，啥物迄落，然后就是迄鱼翅就会无去。变冷哈。其实无这项代志，天风啦，因为你若有照过尔，你哪有可能甲鱼翅一定要浸一段时间，鱼翅才会软。安尼啊，啉足大罐的呢。对啊，迄啉的，迄个身体颠倒胃会无好，会变一车酸。安尼有了解无？莫白啉。即马恁拢总摕到2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袂歹，有2届摕到保障的机会，啊，毋过敢摕到咧，现来讲。哇，2遍的机会哦，嘛是真有机会啦，虽然是一半，啊，毋过我感觉恁今日表现了真好，真有可能会摕到。啊，恁要感觉恁对倒一个动物较有感觉，想要先第一个选伊。你想要选倒一个动物？9号。9号。 9号。好，安尼手先放在顶悬。我讲请饲落时阵才饲落。好，选择的是9号，确定。确定。好，请饲落。来哟！啊！看这个情形，剩一个机会尔，毋是真好办。选情，你感觉即摆选情啥款？即摆选情无乐观哦。你敢若1票的机会会当选啊？哪里？哪里？好来，手甲放去。经过3关的考验，到底哪里敢会有咱的保障？请饲落。拜托，哪里？啊！无对啊！不要紧，咱来这摕金箍箍。来，咱金箍箍先嘛真水。好啦，虽然无对啊，不过咱来要看卖一下咱的礼物，好我饲的啊。好，饲落。礼物是啥？哎呀，礼物伫遐插一梳子啊。我会紧后盖再过来啦。后盖再过来，佮继续讲台语学台语，啊，再过来挑战好唔好？好。非常了不起。华丽学台语。